传道书第10章，逝去的雨神，互规管芳油发出臭味。小可的牛戆比智慧甲尊贵较有力。智慧的人的心正路，牛戆的人的心偏路。牛戆的人欠缺智慧，连出门嘛因路显出家己是戆人。掌权者若对你发受气，毋通离开你的职位，因为冷静会当互你避免大过失。我看到日光下面有一项不幸，是掌权者造成的错误，就是安排戆人坐官位，好野人坐价位。我看见奴仆骑马，贵族亲像奴仆行路。骨含轻的人为家己跋落迄内面，疼墙的人为互蛇咬着，拍石的人为互石伤着，破柴的人为互柴讲着。宝头墩若要跋互内，就得加出真侪力。我用智慧为赞人成功，人蛇的也袂人，就互蛇咬着，伊就免搁人。智慧的人讲话，人人介意；牛戆的人开喙，家己惹灾祸。戆人开喙讲戆话，到尾变笑话；戆人教话，话讲袂煞。人毋知将来会安怎，伊死后发生的代志，啥人会当甲伊讲？戆人出戆力，拼甲神斗斗，连入城的路都找无。若囡仔做王，官场透早就得宴乐，迄个国家有灾祸啊！若尊贵的人做王，官场照时啉食，毋是因为好酒，是为着要得到快乐，迄个国家真有福气。冰单厝挂会落落去，树无爱顶动，厝会老。宴席互人欢喜，酒互人快乐。钱银解决万事，毋通咒诅君王，连想嘛毋通。伫房间内毋通咒诅好野人，因为空中的鸟仔会传播即个消息。有实的话传话，